我是西王母部落的首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的。原本我想为了我的族人把你杀掉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喜欢你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更不想你被蒙在鼓里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大喜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有胡说。现在部落的人就埋伏在这周围，只要我一下令，他们就会杀了你的。吉玛，我求你，只要你退兵，我会说服大护法他们的。我们双方和平共处，不好吗？大喜，你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不信是不是？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这下，你信了吗？吉玛，拜托你，别再攻打我的族人了。大护法那里我去说，一定会让他放了你的。我们和平共处好不好？和平共处，可能吗？都出来吧！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你为什么会忽然失去那么多记忆？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吧？原来你……大王，大王，何事如此烦恼？你来的正好。这次跟西王母部落作战，寡人心里实在没底。请问你有什么办法？大王，末将这里有一些关于他们的资料，可能您用得上。幻影之术，这种法术该如何破解？听说何因掌握了一种秘术，据说拥有了幻影之术以后，能让人进入别人的梦境，并且创造和操控梦境，从而迷惑梦境的主人，使其丧失心智以后，再一举击破。但是这种秘术据说已经失传，所以寡人不管他有没有失传，寡人只想知道如何破解。这个，末将得去调查一番。寡人给你3天时间，务必有个答复。诺。不管这个破解之法是什么，寡人一定要找到他。大王，好消息！如何？可是找到破解的方法了？末将在无意间了解到有一仙人有法子破解幻影之术，于是将他请入宫中，现在正在殿外等候。当真？快请！有请仙人。参见大王。老人家不必多礼。听说您能破解西王母的幻影之术？我不能。啊？但是大王您可以。寡人？是的，没错。草民会将幻影之术传授给大王。若大王能精通修炼，不光能够破解别人给您设下的术法，还能在无声无息间反过来控制对方，让别人在你的梦里和梦中迷失方向。当真？是。大王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找到你的老窝，可以将你们一网打尽了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恩怨，
也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如果我不考虑这么多儿女私情，事情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是我对不起大家，也对不起羽族的列祖列宗。族长，这不怪你，是周人太过狡猾。事到如今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只是恳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无辜的人。族长，不要求他，与其让周人怜悯，我等宁愿去死。住手！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大周朝的人无力在先，你们也只是做出了正当的防备而已，所以寡人答应你。只要以后你们不出现在寡人面前，寡人就放了你们。至于大周朝的士兵，他们是寡人的人，就由寡人处置。意下如何？好，一切都听大王的安排便是。族长，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多谢大王成全。大喜，大王，从今往后，山高水长，愿你安好。你也是。大喜，你有点出息。他都那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再说你跟他，终究难分敌我，还是算了吧。所不过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放手吧。娘娘，您不要着急，大王回来会有人通报的。哀家知道，可是哀家就是紧张，也不知道大王好不好，也不知道他受伤了没有。大王怎么也不派人来个信儿啊？真是急死了！大王驾到！王儿，王儿，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快起来，让哀家看看。哎呀，黑了，也瘦了。让母后担心了。王儿，哀家听说你放走了西王母，你不怕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吗？母后，儿臣认为，这次战争虽然双方都有责任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咱们大周朝无礼在先，所以这次我们让退一步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以此彰显我们大周朝的风度，也挺好的。王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哀家呀？哀家记得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，你对手底下的人护得可紧着呢。就比如说那个伺候你的丫头达喜，哎，达喜去哪儿了？哀家最近怎么没看见达喜啊？达喜。
哎，那个达喜是谁呀？哀家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呢？母后，儿臣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太后、大王，房贵妃来了。妾给太后请安，给大王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这是王儿，这是房贵妃啊。房贵妃。你之前的饮食起居都是房贵妃伺候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哦，儿臣真的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好。儿臣告退。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房贵妃？果然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真是太奇怪了。怎么那么难吃啊？这水晶丸子不行，尝尝那肉丸子。太难吃了！不是这御膳房怎么了？最近几天做的这么难吃？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大王的饮食一直都是穆大人负责的，可能是最近选用的食材地点不同了，所以这口感也不一样了。穆大人，寡人怎么记得之前都是……大王，您去哪儿啊？等等老奴啊！大王，这出来干什么嘛？这突然跑出来也不带个侍卫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不要啰嗦了，寡人只想出来逛逛。大王，我就想看看，不要再说话了，我警告你。这什么地方？啊？大王，这是咱们镐京城内有名的一家食摊，叫饕餮食摊。说是老板的厨艺特别的棒，很多人呐都是闻讯而来的，经常排队就要排上几个时辰，就为了尝一尝他的手艺。你看这个，多好看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没看大家都在排队吗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去排队去，排队去！对啊，排队！就达喜，这位客人，麻烦你到后面去排队，谢谢合作。就是排队去，排队，快点，后面排队去。张嘴。无双，王弟，大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出宫了？没什么，宫里有点闷，我出来转转，看看你们呀，甜蜜的跟林铁英似的。无双，你得谢谢我，要不是把你关在奴隶营里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珍惜。奴隶营？王弟，你糊涂了？什么奴隶营啊？当初是你给我和邵英赐的婚啊，哪有什么奴隶营啊？赐婚？是啊。大王，你没事吧？那，你们记不记得有个姑娘叫达喜啊？达喜，听起来好耳熟，好像是大王原来的侍女。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毕竟好久没有见过了。好了，王弟，我们还要去别处转转，就先不跟你闲扯了。有时间我回宫看你。告退。走。真不知道这场梦中梦，是你赢了，还是我赢了，或者我们谁都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
怎么办啊？族长每天都来这里吹这首曲子，看起来好伤心啊。是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族长开心一点吗？族长，何事？山顶风大，您还是要注意身体。注意身体，有必要吗？族长，过去的事情，您都想起来了吗？渐渐都记起来了。记起来就好，记起来了，就能看清事情的真面目。记起来了，就不会再难过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您还是应该向前看。大护法，我想去金满的梦里再看看，跟他做个最后的道别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金满对你本来就是存了利用之心，您上次忘了他说的那些话了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别傻了。万一去了，再出什么意外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可是我只想跟他做个道别，跟过去的我也做个道别，这样也不行吗？我劝您还是听我的吧。你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万一又出了什么意外，您让我和族人该怎么办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好好想想。大王，您不舒服呀？睡不着。要不要让御膳房帮您炖点安神汤啊？不必了，你下去吧。诺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喜，大喜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那天寡人是随便说的话，你不要生气。我好想你。大王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歇息了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假扮成他？妾看到你的画，知道你在思念画中之人，便如此打扮，是想解你的相思之苦啊。你不是他，没有人可以是他。寡人警告你，要是再敢假扮他，寡人绝不轻饶。滚！滚呐！妾身告退。大喜，大喜，大喜，你在哪儿？大喜，大喜，大喜。金马，大喜，站
亮点干嘛？过来。金马，你帮我追邵雍好不好？我都帮你解决4个妃子了。真的是你吗？金马，听说你有王后了，真好。她一定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吧？你可得好好待人家，别总跟欺负我似的欺负人家。大喜，我好想你。大喜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大喜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对，我可以用幻影之术去他梦里找他。为什么还在这里？骗子，都是骗子！世家，大王，您怎么了？给寡人把仙翁请过来。仙翁，您出征的时候，仙翁就已经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这奴才也不知道啊。仙翁来无影去无踪的，奴才也抓不到他的行踪，还请大王恕罪呀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啊！传寡人旨意，召西王母即刻进京觐见，不得有误。诺。大王有令，有事奏报，无事退朝。陈少雍有事禀报，起来说话。陈凤只去西王母部落，召其进京觐见，可是他们一族都不知所踪。臣无能，特来禀报大王。全族都消失了？怎么可能？周围呢？你们有没有好好找？臣已将附近地区全部都寻了个遍，可是依然没有发现他们的足迹。大喜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厌恶寡人竟到了如此境地吗？不过寡人一定不会放弃，就算寻到了天涯海角，寡人也一定要找到你。大王，前面虽然没有豺狼虎豹，但是蛇虫鼠蚁还是很多，请大王小心。少啰嗦，撤！撤！大喜，大喜，大喜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大喜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好想你啊！好了，这不是见到了吗？就你一个人吗？申大人呢？就我一个人。大喜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见到我了，这就够了。对，见到就够了。你饿了吧？我做了饭，
我去盛给你吃。大喜，你不要走，我觉得你走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瓜，怎么会呢？大喜，我们这是不是在梦里啊？是你进入我的梦，还是我进入你的梦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你了，你也想我了，我们见到了彼此，这就够了。不够，大喜，我想你，我想和你永远都在一起。你跟我回宫好不好？我们忘掉一切，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金满，你别勉强你自己了。是你亲口说你不喜欢我的，你现在挽留我，不过是因为你不甘心罢了。大喜，那天我口无遮拦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大喜，我对你的心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我清楚又能怎么样？大护法不相信你，我的族人不相信你，我已经错过一次，我不想再错了。他们也经不起我再错一次。季满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可是我要怎么做，大护法和你的族人才能相信我呢？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我去给你盛饭，吃完了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谁也不欠谁的。说，你怎么到这儿的？寡人走着走着，忽然一脚踩空就到这儿了。这也行啊？你骗鬼呢？你说会不会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？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你干什么？我干嘛？借宿。原来你是怕打雷啊！好了，有我在啊。好啊。你说到哪儿？大喜，你怎么评了？来评。我们是不是又缓过来了？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。啊，说的也是，你接着睡吧。